嫂，嫂嫂，啊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回去吧。好。噔哩噔噔噔噔噔哩噔噔，策马加鞭金高官咚滴咚，遇着狮子将马翻，噔噔噔哩噔，月浪带头来滚滚。哦哟，家里娘呀，又拉胯，死了么睡了，为啥想开点？弄完又讲根。家里说呢？当啥去嘞？讲根呐？一道去的。哦，去走。好哦。家里娘，讲根今年几岁了？12万14噻。14岁了。14了？哎呀，好讨老婆嘞。讨老婆？家里的官三钱都还不出，侬是中保人，怎么还不过侬的呀？是啊，位置隔壁官山长，我给中保头也隔壁。不过债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可以想办法嘛。有啥个办法好想呢？屋里5点好买的都已经买了，要么还有2件铺草。家里娘，侬真是聪明一时，懵懂一时。哎，不会让侬小身上当算盘呀？有啥个算盘好当嘞？家里娘，江陵一时100年，孔吕茶年轻媳妇在身边。大户人家手机少八方，穷人手机为哪里？上茶过河包驸马行，我看侬真是懵懂少知情。凡是我懵懂少知情，在家寡妇能在几股啊情。我一家生活本靠他，才能够关牛不长途安心。祥林娘，侬说寡妇在家是不得行，我倒有股好资金。我家山中有个河拉龙，当了为生1多年。他曾经托我把饭来做，村里姑娘哪个肯嫁到山间？祥林娘啊，要是祥林嫂肯嫁过去，他愿出彩礼多少？82千。80千呀？80千。喏，想跟他老婆为了过日钱，至少剩下20千，舒舒服服好过年。再是侬媳妇生来命不好，留在身边关几天，怕掉他换来一房新媳妇，后半世万苦劳来填。江林嫂，韦大嫂。开茶哦。韦大嫂，江哥，倒像个大人了嘛？韦大嫂昔日特侬做个媒啊？策马加鞭金高官咚咚咚，遇着狮子将马翻，噔噔噔噔。娘，韦大嫂今朝到底来做啥？还是等侬讲过啦，是讨债来的。搿有人讲等我做媒？快吃！吃！韦大嫂倒出了一个好主意。什么好主意？想叫侬嫂嫂嫁出去。嫁出去？我家胡老老肯菜，
就能过过完账，还可以就能讨老婆。娘想想倒是个好办法，我已经答应了，明天就要来谈啦。明天？娘，你怎么想得出的？亲爹，亲爹，嫂嫂她肯去吗？娘已经答应了，肯也要去，不肯也要去。我告诉嫂嫂去。侬管？侬说就来风声，你到嘴了，我打死侬！我还不是多为侬啊，叫侬过过完账，就能讨老婆呀。我不要，小菊，快告诫！进去！哎呀，快点进去！秀啊，时又不早了，早点困呀。哦。江陵，婆婆说话，你可听到啊？他要买我到何家？已与老子商量的，明天就要抢康桥。这恶啥事人，我怎么讲？你叫我苦命是我真知道有爹有娘有子长，我乃是无爹无娘无依呀靠。江陵啊，江陵啊呀，江陵啊，我从小到你家里来，双手不停到今朝，这倒是苦到尽头，终有天啊才知道，你年轻待命将我跑，从此苦命父子帮这指望不是婆婆能到老，那婆婆骂我能受，见我还能我能熬，那千苦万难我不怕，怕只怕要我去再教。看那张家秀李家少，与我一般不照耀，俱都是被迫来再婚家呀，却被人冷嘲热讽到今朝。我宁死不忠，再教父。
年轻不卖我，我情愿做牛做马，千斤重担一人挑啊！年破些天，他真人将我去卖掉。看来是婆婆她为钱财，只一定终究还是受破了这件一大牢啊！难道是我坐等明天是人当？眼前只有一条路，我不是一时半日了。好端端的，为什么要死呢？我不能逃吗？对，我逃，我逃。只有逃，只有逃，宁死不愿再还家。两边把一荒唐，明当自长更猖狂。该官子便把令，必把故里亚当，上下正北先不顾，空门自逃偏一旁。我昔日侍奉山下上凤凰，道德人亡乱岗上。所以他不得少加些步，凶贼上吊。我不但是愿替他做了一片墨子命，特别声明不受限。是啊，使用此举真是夸神夸日。哪里，这无非是挽救侍奉神仙罢喽。阿虎，今朝已经是年了年，
明朝早军部3岁要上天，上了一大堆短工还不来。哎，侬到去问问太太看。我不去，太太顾不到短工，要拿我出去的。太太们又要买了好，又要买了那还没弄好啊！死丫头，当我眼睛黑的，一准备就偷懒，瞎七瞎八的，穿到了几个蓝巾才会好嘞。太太，今年发过短工是忙不过来的，杀鸡宰鹅知福利，侬晓得我是吃啥的？是啊，过短工嘛总是淘气，可头面个坏老婆子了，没事体嘛，伊来得个起劲，推人个人啊，连个影子也不见来。太太，老邝回来啦，做睡得怎样？只有半包头人。只有半包。是啊。世道变了，人心也坏在。你先去吃饭吧。好。夏林嫂，来。是太太，侬到乡下来噶？哦哟，太太哎，我找不到人，所以不敢来呀。蒋林嫂见过史太太。哦，史太太。太太，他是回家山中人，么是我娘家亲家乡邻。今年春天丈夫死啊，留下了婆婆小叔扎一生。他愿意出来走帮工，出席生活样样美。老太婆愿意做中保，不知侬太太可称心啊！我看他模样端正，总儿想出手大家力气强。贾玲嫂啊，太太，挑水披上，杀鸡在我可为做。哦哟，太太哎，这些生活能担当，我有心将他来留下，可惜他是孤丧。老爷说来多忌讳，还得与他去商量。走好走好。留步留步。史老爷，蒋林嫂见过史老爷。哦，史老爷是韦老婆子娘家的近邻，今年春天刚死了丈夫，是个寡妇。人倒老实，年夜三边来用人难啊，试试看再说啊。老孔回来了没有？回来了，今年只算半步道成。哦，可。韦老婆子啊，史太太，那么让伊先试3天，规矩照旧啊。好，我谢谢史太太。蒋林嫂，侬来到找我过生日来看侬。韦老婆婆，谢谢你，不要谢我自家尽力呀。蒋林嫂离去真不想，谁知转个观察岗，擦擦擦，擦得愉快又是好。他一忙比比小。
还有无把月归天，大女还在婆婆家，种茶来，我也欢迎。不做在家务，辛苦也辛甜，夜茶写爸爸。结与相依，开口就变。杀人满心，昨夜风雨变。乱家风阿龙在后在眼前，四老爷、四太太，见过四老爷、四太太。四老爷、四太太，太太，这个就是强林嫂的婆婆啦。伊屋里，侬自家去讲。老爷，太太，我还是很难出口，真是实在对不起啦。我媳妇能在路上走，正好比是一部登天堂。谁知是家家平安顺水上，开春以来农事忙，所以想叫我媳妇回家去，还望老爷太太多原谅。水与源，是与根，我这边种爸娃家。哎呀，太太，媳妇啊，娘，媳妇，你亲生做事少分寸，出来帮用意给对我讲一声，害得我东行走西当听，今日看见你才放心。娘，媳妇啊，你的心思我明白，娘的苦楚你也知情。春来农忙盛水少，我带来领你回家门啊！娘，我在这里住，每个月工钱有500文，积少成多，也好叫你拿回去还债。我不回去，媳妇，常言道自告千丈一落为根，难道你一生一世做永生？是啊，他虽说没有离过马身份，道理总要讲清，哪里有要来就来去，何况有总把人。江林嫂，太太，侬烧饭去了？哦，媳妇啊，娘，帮我几个月工钱，先拿回去家用吧。哦，媳妇啊，媳妇啊！哎呀，太太呀，你可千万不能生气呀！我是实在没有办法，屋里穷讲临事，老的老，小的小了，媳妇不回去嘛，哎呀，叫我怎么办呐？好了好了，可可的趁我起头，老柯，把江林嫂的工钱算出来。是。老爷，随时要回去嘛，也要做到月底，搿个规矩嘛。
哎呀，老爷太太真是两度糊涂啦！既然老爷太太看得起我媳妇，我过了忙头，再叫媳妇来帮忙，不过做到有点嘛。江宁说人还啰嗦什么？老爷，刚才算了一下，一共1750文，贾令少省吃俭用，1文钱都没有花。拿给他。是。家在山里上，只见日暮蝴蝶啊放，女才上暖当郎，老母生家不生。他不30步拿去，老头我哩呀，侬个良心是好够。老罗啦，亏得侬个嫂嫂今朝总算成人家嘞，真是不容易哦。还不是托死他不30步的福。嘎我，好哦。真是个老实头人。九九大官，来吃杯茶啊！不要来，来，老罗呢？当辣起来。当然，这今朝烧个日脚了哈。这家伙晓得侬欢喜吃老酒啊，等侬去当歌酒小菜哦。老罗回来了，九星太公，老罗回来了。老罗，今朝还当啥个来呀？快换衣裳去。你的啊，九斤太公。老罗啊，今朝的总算套老母了啊。换衣裳去。我看老罗还老能嘞。都是假个哦。伊拉爹成亲的辰光啦，人也是找不到的啦。噶是句个，噶讨个黄花闺女，也不要噶许多呀。自家我呀，小妹子还不在内，都让为老了刚刚过。哎呀，可是老老又要背债嘞。叔叔，你真好困，你新郎婆们当然好困了。咦，新娘子来了！
开点，拿两走开，拿两走开。老大啊，啊，人来东寨，哦，还有一半。哦，那，好个，拿着点起来。哎，好，来，走开点，走开点，走开点。哎，绳打开，绳打开。好了，可以拔刀了。好，阿哥，来，我教了你多少年的韦大叔，你欺负我寡妇，是要先自定身的。我也是为侬好，侬看姥姥。姥姥有说过，比侬强领我不晓得好几倍了。来，拔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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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张丽莎，侬，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呦，韦大哥，韦大哥，哎呀，对了开，对了开，快快快，对了开，哎呀，向快向快，哎，好，向快向快，向快，哎，好，哎呀，走开点，走开点，走开点，来来，快快，弟弟闭上，弟弟闭上，抱起来，抱起来，好好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不要紧啊，来来，抱起来，抱起来，抱起来，哎，好，不要紧啊，不要紧啊，好好好好，帮帮忙，帮帮忙，拔刀，拔刀，拔刀，拔起你，二把四手，夫妻家吧。哎呀，人不对了，人不对了。上来去，上来去，好，来来，上上去，上来去，来来，好，好，哎，哎呀，好好好。好了，那怎么办？那怎么办？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房门一关，明早就好。老多，老酒准备好了吧？老酒已经准备好了，大家一起去杯酒吧。老了当然要三鸡不要忘记炒一炒。哎，好好，吃老酒去。他光吃老酒去啊，吃老酒去啊。他不三叔不吃酒去吧？哦，姥姥，等伊醒过来，侬好好劝劝伊啊。嗯。姥姥，我走了。哦。姥姥你。哎呀，来了，到时人家帮我哄了，终究两样的。好，来来，请客喜吃。哎，好好，吃醉吃醉。他不再跟我来抢。啊，起来起来。来来来来，来来，吃菜吃菜吃菜。好好好，来来，去。你讲到，让我回去，让我回去，让我回去。你好一点嘛。讲到，走开，走开。你喝点茶吧。让我回去。你不能走呀！你不是受了伤吗？你不能走呀！天黑了，外面压手。不要你管。哟，他会不会去寻死哦？你不能走呀！你不能走呀！你是力气大，讲到。让我回去，让我回去！你不能害我！我害你什么？我花了许多财力倒不去杀他，你要去寻死觅活，闹出条人命来，这不是害我吗？让我回去，让我回去！你要到哪里去啊？这里就是你的家，你就做东，我会对你好的。谁认识你？讲到，让我回去，让我回去，让我回去。嘿，都是为老了呀，为什么事先不讲好呢？你们为不讲好，
你们还好抢我来，为不讲好，讲到让我委屈。哎，真是天晓得了。我姥姥今年活了30多，这种事体从未碰到过。我虽是身上3呀已出婚，强兄霸道我不会做。讲到配，我姥姥从小父母双亡故，先靠兄嫂抚养我，独自为少爹夫妻难耕种，我只得深山人啊当老妇。常言道，男子30人家年，因此让拜托老拉妹来做，这指望高高兴兴配夫妇有才子，吵吵闹闹起风波。那王花闺女多多少，你寻找我苦命寡妇巧为呀哦。老拉做事太苦，事到今日才清楚。他骗我姑娘不肯家财里劳，有一位寡妇倒不错，她是你收进家间慎重儿，世人看见有觉在目，家贫夫妻难守寡，自己愿意家丈夫。什么？我自己愿意？对命辣子。他还是一位乡里外丈夫，2位小叔讨媳妇。我花去彩礼80千，下面千万不算数。80千？是80千，你还不知道？我不做强盗，不做贼，你道我80千是从哪里来？每日里翻山越岭去福冈，风餐露宿老不厌，食茶鱼蛋三件事，冰天雪地把拉喂，那不是自己靠一栋，一栋能值多少啊财？80千本是几小本事，几平平凑凑凑拢来。别人是洞房花烛成双对，我姥姥一场欢喜翻人间。10年心血化成灰，今生我想再把妻房配，我是娶妻不成反奸诈，还落得一股强盗配。听他一番心酸话道。
血海去外来，狠心人得了我的卖身命，老罗他犯下了一身罪，我恨老子冤婆婆，我不应该反将老罗来责怪，只见他又是懊恼，他又是悔，投入一旁，他发了呆，他叫我要死不能死，要跪又不家跪，要闹又不能闹，要赔又不认赔，这真是真也难来，我流也难啊！金云太亮奈我真爱悲。我好命苦啊！我好命苦哭嘛不要哭，我会对你好的。不要哭，神穷嘛，身体倒是要紧哦。你喝点茶吧。你的渣是我还你。哦，渣不要紧，只要不怕吃苦，渣总有办法。我们有的是力气哟。江陵少困胡老龙，心地衰良曾不从。
春在阿毛小街上，妈妈看了喜呀喜洋洋啊！阿毛，来，这只心啊，先试试看。啊，来。哟，看你脚打得真快。心啊好，阿毛喜欢不喜欢？喜欢。好，脱下来，还有一扎，做好了一起穿。心啊好，阿毛喜欢。心啊自信当班，毛毛团长真喜欢。弟弟快了咪咪叫我妈妈叫我，好奶奶。好奶奶，好奶奶。阿毛娘，阿毛娘。姥姥，你怎么？弟弟，弟弟，阿妈，阿毛娘，姥姥刚刚昏倒在山沟里了。怎么？啊，没什么。姥姥伤完病刚好，怎么能让她出去当了你？是呀。姥姥还要好好养养嘞。阿母娘，哎跟俺走噻。啊姥姥好好休息啊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啊！不要吓我。不要吓我。哎呀，姥姥，我不是叫你不要去的吗？你看，我不是又好了吗？坤你，阿妈，你看爹当了一只狼。弟弟阿毛怕。哎，阿毛不要怕，这是只死狼。哎，怎么春天也会有狼啊？什么没有？都在山里少看见就是了。啊，阿妈，心啊，怎么只有一张？我有一只妈妈猪。哦。姥姥，你怎么了？姥姥，没什么哦，到里面去洗一位吧。啊。我只点人头做给你吃。我出去是已经吃过的人嘛了。哎呀，你也真是上回正刚好，怎么能吃人的呢？弟弟讲故事，弟弟讲故事。阿毛，来，让弟好好的洗一会，到门口去拨头，不要走开啊！哦。我去烧点热的，叫你暖暖肚。嗯。阿毛娘，看来是生外佛法命不长啊！阿毛弟，你千万不能这样想啊！你会好起来的，你会好起来的。阿毛娘，
阿毛娘，阿毛娘。从早操劳到夜晒干，我一并陪你上街中，你受苦从不得人家。姥姥，你讲这是做什么呀？指望并肩夫妻同到老，有谁知半途将你劈一旁。阿毛弟，阿毛娘四经离你西归去。一时杂物意外情，儿是阿毛非成真。福田福地福财年。你莫知怎样度时光阿毛弟。
我们的阿妈急了，急了。姥姥，阿妈急了，急了。姥姥。已经到了年夜三边了，断供还没交着嘞。那你为什么不早点交好呢？还会交得着个？每年祝福总是为个头面个断供来了淘气。我想来想去，还是想这个蒋林少呀。蒋林少，你开口闭口总是蒋林少。你不要以为蒋林少那一个长工比得了，他自从嫁到侯家坳，日子过得倒很好，还生了一个胖儿子，你要他再来还办不到。好了，老套的，老空不是去找断供了吗？一年到夜折磨人家事体，自家的事体一点都不管的啦。太太，韦老婆子来了。是太太，是老太婆，侬倒想着来个？是太太，我等侬寻来一个人，侬想不到的。啥人啦？侬就是蒋林少呀。蒋林少，人呢？来了厨房里。蒋林少，蒋林少，太太叫侬。太太，蒋林少啊，几年不见，侬老得多了嘛。哎呀，侬又打啥人的笑啦？哦哟，太太，这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啦！自从嫁到山里远，头几年过得倒人乱，谁知道丈夫得了啥回事？阿妈预备long土酒，阿妈，肚子为夫子指望有个音信，大把的杂把水，逼得他走投无路难度死了，万望太太来收留。昨年
我真笨，我真傻，真的，我当知道下些天，也许在山坳里没有东西吃，才会到村子里来。我就不知道春天也会有浪。我叫阿毛，坐在门口不头，她是很听话的，我的话句句听，她才去了。当我要叫阿毛的时候，阿毛不见了，我急了，我就到处去寻，寻到山坳里，找到了我那阿毛的这小儿子。我怕我阿毛被浪起来，孤孙啊，孤孙啊，他写诗作孽。哎呦，太太哎，府上嘛总归要有人啊，上岁不是熟岁，再说现在只有一个人孤苦伶仃，无依无靠，好安安心心做起来。太太，侬就做做好事吧。好吧，不过蒋林少啊，你在我家做可不能哭哭啼啼的，老爷是最烦急的。哦，带到后房去。哦哟，阿弥陀佛，谢谢太太，谢谢太太。蒋林少啊，说侬好安安心心做起来。喂，老伯伯，真多谢你呀！非要谢个，自家尽力呀。蒋林少。那侬也非要难过来挂去啊，总挂侬个命不好啊。是啊。蒋林少，他来做什么？喏，说起来呀，真是作孽啦！伊第二个丈夫又死了，可儿子也会被狼拖走。我想嘛，屋里正好缺人，所以把伊留落来啦。什么？荒唐！荒唐！做了2次寡妇，你怎么还把她留下呢？寡妇本来不吉利，2次寡妇更万奇。你也知道用人难，我是吞他情况有力气。这众生看来似乎很可怜，其实是徘徊风俗才不浅，实在是用不着人呀。既然你足资把他留下嘛，那就算了。不过用他帮忙还可以，做佛上空莫差钱，即使用品不许他遵守，否则是不管不行，祖宗看见要讨厌。阿妈，阿妈，要是我阿妈还在的话，也有这么大了。蒋林少又在想我了，是呀，再想想去发疯了。蒋林少，你再讲一遍阿毛的故事给我们听听好吗？是啊，再讲一遍。
我真笨，我真傻，真的。我真傻呀，我真笨，我又是懊恼又是恨。我拿了一只小蓝，一只碗，叫阿嬷一面拨头一面开门，总怪我自己太粗心，转眼不见他踪影，不见阿嬷我心着急，哪顾得山高路窄到处寻，寻啊不说阿嬷躺在草窠里，虚弱模糊看不清，他无常一派浪气空，小兰一只弯牙的鸡。哎呀，蒋林嫂，侬米打好了没有？米，我一天到夜我真笨，我真傻，太太已经让发脾气了，快点起来哦。今年做房里的杀鸡宰鹅的人都没来，阿花去叫阿贵来。太太，杀鸡宰鹅我会呀，你去叫来呀。哦。明朝就是做法呀，一切事情都为安排。一只碗盏碗为洗好，红旗铜碗呀为人打。蒋林嫂，侬放着。作为玉皮去理一理，是垃圾擦一擦。哎呀，我叫侬不要动，侬听见吗？你还在这里做什么？还不与我去劈杀！真是个西施面孔，一日到夜会得没笑容的了。哎呀，蒋林嫂，刘妈，我会擦的呀。哎呀，蒋林嫂，哎，你还不知道啊？你嫁了2个丈夫，做了2次寡妇，你这双手呀，不管不认，这些东西太太是不许你碰的呢。蒋林嫂，你头上的疤不是那是有长期的吗？啊，疤。哦，哎，蒋林嫂，我对侬想想，侬实在反酸啊！蒋林嫂，你实在笨，你索性尝试到官啊人，如今是你留下一块伤疤道。
人家当瓦兵。再三年，第二个丈夫有丧命，你更是一件大财命。将来你到阴司去，那两个死鬼男人还要把你整。到那时你主意难，语言难，那阎王只好把你一举两半分。刘妈啊，这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了。你不相信，我去拿冰肉里包抄给你看啊。你看，这上面不是画着吗？实地阎王判官小鬼。那我怎么好啊？我怎么好啊？刘妈，你有什么办法吗？办法我倒有一个，只怕你做不到呢。刘妈，你有什么好办法？你快说，你快说呀！江陵嫂，你还是没去到镇西土地庙，去捐掉门看做替身，让千人得来万人夸，来说了你这一世大财命那么完。刘妈，侬那台吃好吗？我吃好了。千回万回，悔只悔当初一场未长征，到如今第二个丈夫有丧命，更是一件大财命。多少我不急不强把把命啊，不管百姓的少走心，我抬头不管看别人啊，只有低头还是神。那老爷太太，我更怕见，把我当作眼中钉。既是不许我转身，那杀鸡在我无我问啊！刚才吕马一番话，
原来我才你有在本身，我生死不解天堂路，因事大于地狱门。那月里八场全是问，那3天年路阴森森，哎呀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气灭了呀！是小鬼。金拉的铁索郎当一无人。难道他也是神仙万他才到阎王天下定彩铃？像我神仙受尽千般苦，死后哪宽两半分？有鬼呀！
原来是我自己的影子，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，是没有什么呀。去卷条门看，对呀，去卷条门看。不是去到珍稀土地庙，卷条门看做替身，让前人打翻身夸，让前人他翻身夸，说了我这一世他才苗子伯伯，苗子伯伯，卷条门槛究竟要多少钱啊？起码20千。20千。苗子伯伯，你总要做做好事啊！我每个月工钱只有500文啊。500文？讲侬诚心要捐了？是啊。好哦，我再替侬算算，至少12千。12千。侬每月工钱500文，这2年嘛就有噻。2年。12千是再少了，再少就是不诚心，不诚心啊，捐了不灵我。从今后，侬个财业就由门槛代替的。苗子伯伯，真多谢你呀！卷好了，卷好了，我卷好了门槛一条。雷妈，阿花。我门槛卷好了呀，门槛卷好了。苗族山正月初3岁同过，元宵节前爆竹好。3是了福前期，有4叉宽，1叉高。自从8年都转不进，13雨连拦不了。从今后让千声他万声夸，我的财你好说掉，好说掉啊！好，蒋林嫂，难道从今有那个财业啊，都有门槛金的代替啦？好转用了呢。雷妈，真多谢你呀！雷妈啊，阿花，你们有空的时候帮我去打一打哦。好，一定帮你去打啊。
将军有杀机在我难做，我也可以插蜡台啊！今夜晚祝福八公有我问，我也不用再避开啊！我为啥不为杀人也？世道应是也无在。时人已到，老爷关照上府里。齐国里一声叫，老子三已经到。新发不平手举，再发是一落春光。一份头骨一份阿血，一把筷子一把刀，三手多领快快上，我有路你啊。再要进一条元宝鱼，老爷少爷好把龙门跳，万月有我万年了，我一份关照就忘了。哎呀，蒋丽嫂，快放下！太太，我好哪来呀？阿花，快蹲过来！太太，我转过来呀，转过来！什么转过了？老爷，我门槛转过了。什么门槛不门槛的？老爷，我的债已经说过了呀。说财？你也想说财？你这个不祥之物，伤风败俗，一生一世也说不了财。哎呀，千岁万岁，千岁万岁！阿花，快去闻一闻，快去闻一闻！哎呀，蒋林嫂啊，今朝啥个日子是啥个日子？侬不是这个？哦，他都讲些什么？叫他滚！老孔，把蒋林嫂的弓箭算出来。是。来吧，啊，侬报功。枪！我早就关照过你，这种伤风败俗的贱态留不得。哎呀，也怪我一时心软，可以可怜，谁知道伊会变成个各种各的样子哦！老爷，弓箭他已经全部拿去了，只剩下几十文零头。拿着他，叫他滚！蒋林嫂，蒋林嫂。老爷，百无禁忌，祝福祝福。真是个美族，祝福祝福。
又是一年了。我在这世上过了多少年了？长啊！西门的风满天，寒冬腊雨又一年。在长长的日子，我真莫过。是梦啊，是真，在眼前。记得婆婆领我11岁，那家里她碗菜要烂面，我是时间为她三餐食，还见长把四补贴，我是又做媳妇又做姐，心是苦十几年，有谁知病情半年，降临时候，婆婆她瞒我到山间，谁知他上台去劳碌的命嘛，又遭我郎爷，多少我2次寡妇在你从开夫开子命运牵，哎呀命呀命啊，命好命苦有谁甜，在梦里莫不茶又看不见，为什么该抱团中牵连啊？为什么你紧跟随总难改变？我为了烧菜去军门看，花去我工钱10钱，深色到天大的财女多苦说啦，却为我的财女成就没有轻薄点，哎呀，
轻薄的啊，我要告诉去，我一定要告诉去。我到哪里告诉去呀？我到哪里告诉去呀？我到哪里告诉去呀？我只有抬头问苍天。文林究竟有没有？文林究竟有没有啊？苍天啊，我就低头问人间。你说地狱到底有没有？地狱到底有没有啊？死掉的一家人还能再见面吗？快告诉我，快告诉我啊！高老夫子，走好，走好，事不愿速啊！留步。不早不迟，偏偏在这个时候，就可见的是个谋种。唐不经济，不心情，一片三平，不经济。